哈利，即晚大家平安。真欢喜今日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，因为伊是好的，伊家己咱来和乐，咱做伙压倒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爱你。主，恳求你设立你的宝座在这里，使我们谦卑，并将我们的眼目看着你。主，当我们在敬拜、在赞美的时候，用我们的心灵与诚实在敬拜、在赞美。主，帮助我们相信你已经预备，也拣选我们成为你那喜乐的子民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那我们在今天要欢喜快乐，享受神你给我们的祝福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来为你们祝福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哈利路亚！这是亚华所表的笔记。这是亚华所定的笔记，所定的笔记。咱来记一记，咱来记一记，别忘记。我的翅膀就被欧罗里。
手放在你的心上，我们闭上眼睛，想想神是不是信实的神？神是不是常常在我们生活困境当中，成为我们的云柱与火柱？他曾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再次来依靠他，因为认识他是我们一生中最美的祝福。我们想过神的恩典，如同脂油一样滴满全地吗？还是我们高举自己过于神？让我们再次谦卑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享受神的同在和带领，因为这一生最美好的祝福就是认识神。我们用心灵诚实来赞美他。我们用我们的一生，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他，都不足以来赞美，都不够。让我们带着我们心里面的疲惫、忧伤、担心，来到他的面前，因为他说，他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我们所忧愁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用人的方式在解决问题，我们忘记寻求神的话。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他面前说：主啊，帮助我们，你在当中掌权。愿我们的颂赞荣耀蒙你悦纳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让我们能够开口赞美你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。在无数的黑夜里，我用星星画出你，你的恩典如晨曦，让我真实地见到你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这一生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认识主耶稣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。走在高山深谷，那为伴我同行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再一次，在无数的黑夜里，让我们用星星画出神，我们会看见神的恩典，就好像那一颗晨曦一样。神让我们真实的见到他，见到他的创造，见到他是如此的真实。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神，用音符来赞美他，因为我们相信神的美好是我们今生所拥有的最好的祝福。我们能认识他，真是恩典，因他拣选我们。让我们再次用歌声来赞美他。在无数的黑夜里，我用星星画出你，你的恩典如晨曦，让我真实地见到你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这一生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
最美的祝福，把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。我们拍手，把荣耀归给他，因为他配得，神就是配得，配得我们赞美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。收那最美的祝福，就在此时，就在此刻。谢谢主耶稣。咱这位起立念信息第83首，请听披散欢喜的声。